今仔日我认为我其实有学一寡代志。早起的时阵啊，我看到幼稚秀智老师伊有甲我来，结果我无发现是昨伊甲我来，因为若甲阮翁斗阵，我是较无伫看来。结果我有回伊来，伊是讲中昼看有闲无。拄仔好，我台下同学就甲我拍算按算要讲的绘本啊，伊有翕相互我，变讲拄仔好我手头有。结果中昼的时阵，我想讲，我其实嘛有伫约讲，我有嘛有伫约讲，秀智老师找我是要创啥？有时阵会想好会去，有时阵会想讲伊会甲我看我啥物所在毋对啊，要甲我考劝。有时阵嘛会想着摆去。其实这就是赛斯讲的，就是讲，人的念头就是安尼。有时阵你若一直一个代志，你毋知影是啥物代志，你着根据你的经验，有的人做人就诚成功，大家拢知影讲这个人，会互每一项拢诚顺势，讲袂甲人压啊，袂甲人批评啊。这种人，别人就较有安全感，有安全感，所以讲，就拢想着伊毋知影要创啥，拢会想讲有好康的。有的人可能就是以前有甲人伤害过啊，讲一寡较无好听的话。虽然无歹意，但是大家就想讲，伊想要创啥呢？因为我嘛毋知影讲，秀智老师会向我讲啥，嘛是有时阵想好诶，有时阵想较歹去，但是无讲我诶心袂讲做惊吓，因为我即摆诶心会较安，较平安，较平静，因为有赛事可能有差，有区别。我着安怎咧？我着中昼时阵，我嘛是有去看啦，讲奇怪还袂找我安怎？结果伫要休昼的时阵，电火拢关起来的时阵，伊有就甲我来啊，我就会问伊啥物代志，结果伊就讲，伊直接要甲我教绘本，迄绘本因为是推荐的嘛，伊就讲要甲我教，我嘛诚欢喜，因为我即摆若讲有机会当讲台语，有一个讲台语的对象，我就甲我趁着，像我找迄线顶的家教啊，1点钟搁爱互伊钱，互伊家教费，但是伊嘛伊的台语可能伊的台语可能嘛普通安尼和我就是半斤八两，就是少年辈的，只是讲嘛有去学台语但是毋是讲老一辈安尼老师迄种技术的都是差真远。但是迄个时阵，我为着讲要找讲用台语开讲的对象，想讲我若找免钱的，实在是诚好找啦。就是讲，若免钱的网友，你要找伊练台语，就讲
嘛爱别人时间拄啊好，嘛要讲啥嘛是爱想一个，爱有话题，无免费的，就是一届上加2届就差不多啊，拢袂久长啦。有时阵颠倒是爱开钱的，较会久长，因为伊嘛会当趁这机会趁钱，我趁这机会就是练习我的台语嘛，台语。所以讲有2种方式，一个就是乖乖摕钱，请人有这种服务的老师，你就还是讲伊拄好伊就是台语开讲，伊的教课的内容，内容，就是安尼，拄好安尼，有符合我的需求，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就是靠家己，平常时伫心内，伫内心就是和家己讲台语，用台语来思考，就是尽量啦。有时阵阮迷茫，其实毋是台语的是华语的我醒起来我就足后悔，讲哪会安尼？嘿啦，其实拢是慢慢来啦，无遐厉害。讲拢40几年无好好讲台语，拄啊当地学，哪有可能讲变啊真厉害？都毋是天才讲。我即摆就是第二点，就是你着我家己生活当中用台语去思考，无就是像我即摆呢，就是用台语来讲日记啊，家己的心事大声用台语念出来，无就是讲和同事讲话嘛，反正拢要讲话，就用台语去讲，去买物件，反正买物件嘛是爱讲话，就顺续讲台语安尼。一开始当然嘛有人听无，有人会甲我教训嘛，嘛是有这种人，但是我若讲无差呢，就管别人讲啥，反正我有付钱嘛，上重要伊爱收着钱，我收着我收着物件爱有服务嘛，哪有讲，这是上重要的你用啥物语言都。其实是毋是上主要的，所以我就是尽量就是趁机会啦，就是找着机会若路上有人讲台语，若听有，就会使，就真欢喜就紧听。所以变成讲，嘛是因为安尼，就变讲。有时阵我的心情着调整，就是较感恩这个人讲台语我听着感恩互我趁一个机会会当学有人讲台语嘛是真感恩就是变讲爱定定用这种心情心情来感恩后来话头。讲转来，就是秀芝老师，伊就有甲我问伊就要甲我教迄菜头粿要安怎讲。我加载，就是迄绘本，我有买，但是我买可能就是因为伤大本厝内藏袂落，佫新，就想讲就互厝内有囡仔的大学同学就寄互伊麻烦伊翕相互我伊拄好，我嘛有甲伊问讲若有方便，伊嘛拄好互我，嘛时间嘛真拄好，就变讲我接到电话中昼的时阵，我其实已经有绘本的相片，相片佫较好。若讲今仔讲是几本册，我哪有可能带来公司？就算我带来公司，哪有可能讲爱甲摕出来安尼显来显去？上好诶，就是
拄啊好就是翕相档案嘛。啊，其实迄老师其实伊一开始诶意思嘛是讲，伊需要甲我翕相无？啊，我就讲毋免，我就甲伊讲我寄互阮同学啊，叫伊甲我翕相安尼。伊就开始可能想讲，反正伊就做热心，伊就开始教我讲爱安怎讲。即个时阵我嘛感觉我是趁着为何咧？因为这老师的台语真标准，佫无甲我收钱，互我趁机会。我就紧讲我本来因为是中昼嘛，中昼时我就爱找一个所在。我想讲会议室，会议室因为疫情期间讲袂当讲伫内底。几个好朋友伫内底食便当，讲这是禁止的，所以中昼的时阵会议室拢无人。我想讲会议室应该讲话袂透伤济出来，无平常时人伫会议室讲话，毋是逐个拢听了了啊嘛。我就较安心我就紧甲电脑碰着电脑碰落碰着电脑就紧装去会议室。去会议室，我就是讲会当去用电脑的赖，为何咧？就是讲，因为我平常时都买一个软体，就是落迄直播YouTube 的直播，就变讲无法度讲家己转成迄什物档案无法度电子档袂当，因为伊是直播所以我有买一个软体，就是用录的所以我平常时都用甲真惯势。我就紧来的时阵我就甲老师讲啥，因为伊要甲我教嘛，教绘本的物件，紧甲伊录起来录的就真好因为我会袂记嘛，你听一解伊教我安怎讲。虽然讲其实我迄个时阵要讲这绘本，就知影讲这个出版社伊有出声音的电子档互大家会当去听但是加一个老师甲我指点当然真好我阁会当甲伊录起来安尼后来发现讲是无法度录着我的声音但是这就真好势为何咧？因为这就亲像讲我去录一寡家教老师伊教我台语，嘛是敢若会当录着伊的声音尔。毋过就是讲我若讲发音无足正其实录着我的声音嘛毋免啦就单录老师的声音，安尼就真好我嘛真欢喜，就是讲阁有一个机会会当趁着机会有一个老师无甲我收钱阁遐热心当然我嘛是爱好好去学啦。因为这老师伊嘛有甲我讲我的音阁台语的语迄音拢无够就是讲我就会知影讲家己的缺点嘛就是讲爱定会记。虽然讲一开始讲讲逐个拢艰苦坐惯真痛苦但是就是不断的练习我若讲伫遐讲我的日记安尼上好因为就是我就讲我的嘛别讲有一个对象听我讲台语伊听甲真痛苦若爱听遐痛苦，上好就是开钱找人来听只是嘛无遐济钱会当开啦，所以讲就是爱拢爱用无共款的方式，就是讲爱接受着台语定接受台语安尼接触台语的机会上好就变一个惯势安尼虽然讲我嘛毋是啥物台湾歌我知影讲若台湾歌
理念的人，可能就做册用华语，伊就尽量莫讲。虽然我毋是讲要去做台湾国的人，但是我会使有一个决心，就是讲，甲讲台语即个代志，就做久长啦，就亲像讲有人学英文，但是咱定定拢是学几个月，几个月以后就开始无讲啊。就是为着要考试啊，想讲要换头路啊，还是阮公司有讲阮替外资的头家爬去啊，爱紧学一寡英文啊，讲有机会甲外国人开会，若英文好就用会着。但是豆豆嘛无机会甲外国人开会的时阵，有诶人像我就讲，就无再就为迄个时阵，就诚久无搁接受着英语这方面就是因为这变讲毋是久长的一寡学习啦，因为学习即个物件就是讲若讲定有决心，而且嘛感觉正重要就会久长。像阮即摆就想讲，赛事的理念啦，我毋是讲爱去推啥，是讲爱家己用伫我家己的思考顶头。有时阵看网络有一寡网友啊，有一寡想法，我会家己用赛事的话，还是靠天性的话去回嘛这嘛算一个推啥，但是我毋是讲做甲这当做一个任务啦，嘛是讲嘛安怎讲，就是顺线尔因为做上重要还是爱甲赛事这物件应用伫家己的身上，就是家己的起心动念一个想法你的想法是为好的想，甲代志想诚好诚感恩，还是讲为歹的想，就是会定讲这个人为虾米伊明明会当做到虾米程度，但是为虾米不爱拍拼就是可能伊的想法就定是安尼就别人痛苦迄想的人其实嘛诚痛苦，就亲像我一开始要学台语的时阵，我嘛是伫怨叹讲我哪会大家拢伫讲华语大家拢伫讲华语拢无人关心讲台语我迄时阵嘛诚痛苦啊！我即摆就看较开，就是讲意思就是讲，若大家拢伫讲台语，就亲像即摆大家拢伫讲华语，安尼我若讲华语，就无啥物讲，无啥物稀奇啦。像即摆有人会讲，你华语讲甲诚好呢。即摆人讲华语讲好诶人会想讲这是国文老师真的讲话哪会一字一字拢做正音，拢做正做假颠倒大家都看袂惯势但是若讲即摆你台语袂歹，台语袂歹诶时阵，大家是家己当做一个诚新鲜诶代志。这为何会安尼？就是因为讲，会晓讲华语诶人，其实台语讲台语诶咱这沿诶这台人愈来愈少。变讲你即摆若讲台语，就诚稀奇。所以讲代志，我着为好诶去想，着想讲，若大家拢伫做诶代志虽然无啥物失传还是讲拢做诶人愈来愈少，无即种稀微，但是嘛无啥物稀罕无啥物好稀罕大家拢伫算股票你嘛会晓算，伊嘛会晓算那爱算股票哪有啥物稀奇？讲来就是
研究所，每一个拢去读第11班，迄边怎讲嘿？每一个拢去读研究所，就是讲一边工课，一边去摕学位吼。这足侪人去，搁啥物台啊、中山啊，即种国立的大学的硕士班，吼，其实阮嘛有同事，伊明明就是做设计世界设计，吼，就是做美术的，伊嘛去读中山大学的啥物资讯的科系的硕士班，结果论文嘛是2年拢写了，拢毕业。所以意思就是讲，变讲这无啥物稀奇。所以讲我若今仔讲，哎呀，我读啥物国立大学的硕士班，大家都这有啥嘛？咱听过的人拢有读，无读较奇怪。这就是讲，虽然讲做一件代志，较少人去做，较少人注重，但是就是较稀奇，这就有一种精神出来，就是有一种可贵，还是讲一种气，别安怎讲咧？就像咱台语帮的帮助共款啊，其实大家活过来，像我安尼，毋是因为伊是啥物咖啡厅连锁店的一个头家，一个连锁店的店头家店主，伊去家己这连锁店，毋是因为伊是家己创业毋是这种身份，其实嘛，毋是因为讲伊今仔移民去澳洲，这叫澳洲移民甲澳洲，嘛毋是这个原因。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伊讲台语讲语，台语讲真好，有迄气，嘛讲足熟的，所以大家活过来。像我过来，就是因为即个原因，就是要听伊讲台语。但是我有必要讲，我去对一个帮主Clubhouse 的帮主，为着讲伊华语讲真好，搁讲一寡四句人啊，真够讲。我有需要安尼，逐工约伊去听，为着听着伊讲的华语吗？其实无啊，就亲像讲 Clubhouse 有人讲，要找湾，就是台湾人，讲，有人要入来房间去学讲有北京腔，北京腔的华语无？这我都袂入去啊！我想讲去学这创啥？这无啥物稀奇啊！你一个台湾人，你北京腔嘛无法度亲像中国人讲遐好，你去学这个学袂好势。而且中国人遐济，每一人拢北京腔，你去学这，就无啥物精神，无啥物可贵。所以我即摆会开始知影讲，别用一种角度去看。以前的角度就是讲，啥物叫做网红的店，就是讲诚济人拢会去遐转卡，拢会去遐翕相，去遐翕相po一个文章，大家拢会去，当然诚新鲜嘛，但是变讲无啥物稀奇，稀奇的所在就是，我去一个做一寡帮袂诚少人做的代志，其实这嘛是一条路，咱莫去追求讲，大家拢在追求的代志，实在是无意思。只是咱人活伫这社会久啊，都有一寡想法、信念已经错误咯。
但是咱拢毋知影，咱拢想讲逐个拢安尼讲啊，一定是正确的啊。就亲像母啊，阮母啊，定定就讲人死以后当然有地狱啊，佫会变投胎转世啊，有做歹人会投胎做精生啊。为虾米？因为逐个拢安尼讲，但是逐个安尼讲，逐个拢安尼想，有代表是正确的吗？咱即马头壳内底信念嘛是共款，每一人的信念啊，拢使人诚痛苦，互家己诚痛苦。但是逐个拢无去调整，就希望讲别人去改变，照咱的心意去行，就定定会想要使圣地，就亲像我迄个时阵，大外小说共款，就会想讲恁拢无爱看，恁拢无稀罕，我家己刣调好啊啦，就是使圣地。我莫写啦，恁就无稀罕，恁以后就看袂着。就是有即种想法，但是我毋知影，我毋知影爱调整的是家己头壳内的想法。我去求这偌紧，就是希望大家甲我配合，就开始对我情绪勒索，开始讲这人拢讲甲安尼啊，咱来看一下，这若讲一届两届第一期的有效，但是即摆人实在会当看的物件伤济啊，佫最简单就来啊，资讯的时代就是安尼啊，变成讲第一期有效，但是拢一届两届尔啦，就一开始你去讲迄气话时阵，逐家去找你的文啊，看2眼啊，去看一下，但是白久长而且逐个嘛是想讲甲你捧场一下，所以嘛袂讲真正倾心，真正好好去看，去用心去看你的物件，甲你欣赏，其实袂呢。所以讲，咱若去求外口的人去改变，即马人就不爱看遐长的文章，遐长的小说。我期待所有的人，这时代的人突然间拢改变，这种追求嘛是真勉强啦。拢改变所有的人，大家即马就无介意看这种真叮当，真叮当的小说，我阁望逐家讲咱拢来欣赏我的小说，所以讲这想要改变别人，阁改变遐大，阁改变千份人嘛，路上的网络的无熟悉的人，拢突然间拢爱看我即种文章，这就是去求别人甲我配合我这个人，其实是会失望、会失落的，变讲我着搁较艰苦，因为我去求，但是求无落来，所以讲我迄个时阵，昨我着有甲阮大学同学有讲倒是讲，我迄时阵啊写小说啦，我虽然一年无写，但是伫大文章大一年的期间，我着定定伫想起嘛，定定拢使性地想要改变别人，互因讲诚介意我即种我的小说，变成讲要安怎讲呢？变成讲有一天我着知影讲诚痛苦，我着觉悟，就是我着想讲开始来学物件。若讲你今仔学音乐，音乐音乐音乐
音乐，音乐，音乐，嘿，去学音乐，吼，还是讲你去学啥物台语，吼。即种就是讲你毋免别人配合，你就是逐工练，有进步。你有看到家己有进步，你有去付出，嘿，安尼进步就是家己有进步，有即个程度，比一工比一工好。即著甲写小说，虽然写小说嘛是讲一工一工甲小说写了啊，但是若讲追求的是，足侪人爱看，一工比一工搁较侪人爱看我的小说，这著是无法度的代志。敢若有一工一工人拢走去尔，就变讲，我著想讲去学物件，我的目的就是学着这物件，毋是讲爱看别人。一工一工安尼，愈来愈济啊，愈来愈水。我去学甲诚好嘛，毋免学代志，学物件就是家己一个人的代志嘛，所以我迄个时阵就是开始为着莫讲继续遐痛苦，我就开始学台语，学台语，虽然一开始学嘛是有诚痛苦的代志。因为我阁想要别人甲我配合，像讲我去买物件，我就希望讲别人讲，听我的台语听有捌，而且阁会用台语和我对话，阁会甲我牵架，拢想甲诚水，结果拢毋是，拢是诚痛苦，拢要甲我动，无希望我讲台语，希望讲我着讲华语就好啊，安尼。所以讲，这就是安怎讲咧？这就是讲，一开始会拄着一寡困难，因为我的信念也未转变嘛，所以讲我会足惊别人的反应，我希望别人会甲我鼓励，就亲像我写小说。希望有人试赞，互我鼓励共款，即摆咧，即摆就是因为阁有配合讲赛事的思想，豆豆入来，就开始讲莫阁比较啊，进前就会讲，我的台语无诚好，毋过有人比我阁较烂诚欢喜，这人台语足气的，竟然比我阁较好，是凭啥？我一开始当然嘛会安尼想，愈来愈就是袂安尼想啊。我就讲，我就不断去练习，讲无好嘛不要紧。像我今仔伫雨勤的台语练习的房间，其实我就讲啊，因为迄个时阵有机会就会使讲嘛，就是讲若有别人起来，就让互别人讲，但是伫遐讲台语的机会较济，而且台语程度无好的人较济，所以我伫遐嘛毋免惊见笑就讲。我讲的时阵，其实嘛想讲，怎会无进步？我讲请老师来教呢，我阁逐工听聊天顶呢。今仔就拄着一个查甫的，伊就是因爸爸遐是原住民，所以伊可能有听有阿美族的话，真正厉害。因母迄边是讲台语的伊阁有讲但是伊无认为台语是个母语当然这就是伊家己认同的问题。而且伊妈妈定会甲伊嫌。讲你不如莫讲你讲的台语大家拢听无安怎？但是今仔来Clubhouse讲其实台语是嘛，毋是第一名，嘛是第二名呢。其实我听嘛，嘛感觉伊台语诚好呢。
而且我嘛有讲啊，讲我和阮母啊讲台语的时阵拢安怎安怎，反正我著讲诚济话，都毋免惊见笑嘛，毋免惊讲的音无标准啦，无正，讲的音讲的音无标准无正，我著无去猜遐济，我著去做一个练习嘛，去练习讲用台语来表达我的思想思考安尼，嘛有一寡音，音我著会注意嘛，因为著去有去修嘛修，要怎讲，就是有去注重讲我有一寡音啊，我有一寡音，我有一寡音，就是欠啥物歌啊，还是讲下喙音，下喙音，我著较袂晓发音，音嘿，我即摆就是讲话时阵，虽然讲注重来家己来修一下，当然修一个过程，大家可能听甲诚痛苦，但是不要紧啊，反正你看我即摆用台语讲日记，都我我家己一个人听尔，虽然囥伫线顶嘛，但是嘛，毋是讲有人遐有用，就是去听甲诚痛苦。伊若甲诚痛苦，伊就袂听啦。会听的人就是听会落去，我嘛诚配合。所以讲，这就是诚好的代志啊！就是我即摆伫练习，我来表达，我嘛修一寡音，修一寡音，修的，因为我若讲每礼拜拢有固定的家教的课，有时阵 Clubhouse 搁爱练习讲台语，所以讲我著爱定定去练讲嘛，讲愈讲愈顺安尼，所以讲，就是互我学的台语，有一寡所在会当运用，无就会定定讲学的物件嘛无所在无对象，无机会会当用，安尼就会讲无即种长期的即种决心，因为都用袂着嘛，都亲像讲要怎讲，就亲像讲我去练，我练我进前有买啥物，买这画图的板啊，画图的房啊，电脑的房啊，画图的，会当讲去用电脑画图，但是我著无即种机会讲，画一寡作品互大家看，大家著去看，还是安怎，著无即种机会嘛。所以我著足久拢无去练习，因为著想讲，就算我去画这作品啊，嘛无所在当互大家看，因为我嘛无可能讲一画著画甲诚好，无画甲诚好的话，你送人看人嘛不爱看，著变讲著无这动力，讲逐工拢来画一蕊花啊，画一个人一身红啊，著无这因为无所在好使用嘛，所以著无去练啦。所以我即摆嘛诚久无练啦，嘛白开钱的安尼。变成像我朋友，伊就是若伫面册写正直的文章，大家会看，会甲伊试赞。但是伊讲伊咧练画图，伊可能本来想讲要去画一寡图，会当配合互伊的面册文章有图，阁有文字，文字，但是后来伊可能发现讲，即摆迄个
程度嘛无够会当甲图摕出来，互大家看的程度嘛吼。但是伊写文啊，伊写文字吼，文字吼，伊写文字的时阵，大家拢爱看，真爱看，像我嘛会去看，讲哦，足有道理的。变讲伊着真爱写用文字来表达，因为大家拢爱看，搁有帮赞。若画图伊着较无兴趣啊，因为大家嘛无等伊的图出来啊。颠倒有一寡人就是画图画甲真好看，专业的程度，就会愈来愈爱画，因为大家就会去等待伊的图出来。所以讲即马，就是讲家己去找一寡机会使用台语，台语。所以讲，阮若讲家己讲，教囡仔读绘本、练绘本，这嘛是真好的机会，就是我会使去练一段，去练一个时段，拄仔好因嘛欠人啦，因为伊嘛毋是讲有几百个人，恁逐家轮，逐家抢嘛无安尼，你嘛拄仔好啊。若是讲伤热门的所在，就是逐家抢，抢袂过别人。若讲这所在伊嘛讲有欠人，我著有机会嘛。无你讲这台语，我去要教人免钱教人，人拢惊去学着一寡奇怪的腔口啊，学甲不搭不起。所以就是讲，因无气嫌，我就是趁这机会，嘛会当讲有机会当发挥我讲台语的机会，所以讲，今仔听有迄个人讲，伊发现伊就是阿美族甲伊妈妈是台语的母语，伊定定替因母啊去嫌伊的台语无好。但是讲，我发现伊的台语真正是前三名，伫即个房间内底，台语房内底前三名。我嘛定定伫讲台语嘛，伊就发觉讲，我嘛讲啊无好啊。我就有承认讲对啊，就是我当地学，我嘛有家己讲，我即马就是虽然有请家教咧教，但是即种语言的物件就是天分啦，迄人真正讲啊真好，迄腔啊嘛是有台湾的台语的开口台语开嘛是有，但是最可惜就是因母啊，就是可能要追求100分，所以就一直甲伊嫌甲伊无一块好安尼，变讲伊想要甲母语捡转来，但是替家己的阿母去泼冷水。迄个网友伊嘛有讲，但是若讲要伊有一寡想法伤济啊，伊来台语房练习台语的时阵，学台语的时阵，伊阁想讲。我的母语可能毋是台语哦，应该是阿美族的话哦。但是阿美族的话，就是搁较侪腔口无共，而且可能伊台语比阿美族的话程度搁较好。阿美族可能较袂晓讲啊，伊可能较袂晓讲，但是伊着想诚济讲。还是讲我伊来学阿美族的话，比学台语搁较好，甲阿美族的话捡转来其实我嘛有拄着这共款的代志嘛，就是阮爸是客人啊，但是客话我着听无，所以我无法度去学。那台语即马嘛有一寡资源嘛是找着。台语盘应该是比客人的机会搁较济嘛。就举一个例，
我会当伫公司讲一寡台语，大家其实嘛是听有吼，只是讲等下哦，意思就是讲若迄个网友啊，我是比伊搁较幸运，就是讲阮爸阮妈吼，伫我台语讲啊正烂，即马可能嘛是讲啊无好势，但是因就是袂甲我动，袂有迄意见讲，你莫讲，我发觉讲诚侪人因想要甲母语找转来，但是上大诶阻碍，竟然是家己诶阿母阿爸，就讲你莫讲，你着讲华语就好啊，就时代家己拢无重视，就宁可你讲华语嘛，华语嘛莫讲，嘛莫去讲因诶母语，因诶语言吼。但是这代志嘛无法度讲去怨叹啊，因为这著是社会风气诶问题嘛，都亲像讲是大人会叫你去考公教人员做老师吼，这著是因诶思想啊吼。我即马著是想讲，其实做一件代志都毋免想伤济吼，免去第一个都毋免去比较，这人台语程度诚好，这人程度无好，这人有腔。我讲诶台语无顺，我讲诶台语程度安怎，拢毋免去想济，这无啥物好比较诶。就是这著是像我写小说共款啊。大家著比赞嘛，著共一个平台共一个时间。若讲你囥伫面册囥2工，别人嘛是囥2工，结果别人就是诚侪人去试赞，著共款的时间，我著2、3只猫啊，就是会去做比较。台语嘛共款啊，会开始比较，讲这人有进步无？这人伊是做啥物行业？这人几岁？伊讲诶台语程度安尼安怎吼，就一直会去比较，其实拢毋免，就是看决心。有诶人可能就是就会讲无法度表达，伊就去转华语，决心无够，伊就用伊上方便、伊上优雅文雅、优雅互伊上水开诶语言方式去表达。伊袂讲，就亲像讲咱即马若讲用英文开始用英文去对话为着学英文，逐个英文拢毋是家己诶母语即个时阵就为着讲莫啦，我讲这英文可能讲无标准，就变讲你转华语共款就是惊见笑。这就是无决心。若有人就是讲不要紧，我虽然英语讲无啥好势，但是都诚有决心，就是想办法拢是爱用英语来表达，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会使去看讲，啥物人有决心。像武琴，就是逐工拢开房，伊嘛无去求啥，伊嘛有讲伊讲，伊 follow 有啥物人 follow 伊，还是讲伊今仔日房间有偌济人，还是无人，拢看甲诚开。我发现讲，看诚开诶人，较有法度去开房，较有法度长久久。嘛诚侪话想要讲啦，但是阮翁拄就敲电话来，就是爱先处理一寡代志。但是若讲今仔用台语来讲我诶日记，互我诚快乐。我嘛平常时行路还是伫咧想代志，会用台语来表达。其实安尼就是有运用着
平常时就有使用着台语，台语会变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安尼煞来呢，后尾手我希望讲，我写小说嘛会当变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会使互我去表达我的啥物创作啦，佮有我的幻想的想法，就是变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我毋是为着啥物，要大家欢喜，要互大家看，要互大家学乐，就是要挖考别人的欣赏，毋是为着这个目的，就亲像阮若讲台语的时阵，我就是毋是为着讲今仔日我讲台语讲真好，大家真新鲜，讲哇你哪会台语讲遐顺，无就是我伫台语房，都变讲我是有去迄个角色，就是我来去教别人讲台语，就是我一个人讲，我知安怎讲，落第一名，讲课上好的班上讲课上好的迄种滋味，拢毋是。若我今仔日的目的，就是变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今仔台语好，伊嘛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台语无好，讲袂好势，嘛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因为我会使用台语来表达我的心思，我心肝的一寡想法，这就变甲有足实用的，真重要啊！所以这互我想讲，若我逐工拢会当写一寡小说，毋是为着讲真侪观众爱看，讲因为我最近伫看比尔的剧伫 Netflix， 因真正就真够搬。就是搬一寡迄种两个查甫的安尼有一寡感觉，有一寡感觉，但是佫无变怎讲，佫无去讲出来，都有一寡暧昧暧昧伫内底，这若互迄一寡腐女去看着，一定是真介意，所以因佫有去翕第二季，就是一定是真受欢迎。佫为泰国佫来变讲逐个拢伫看，这当然就是因为因有掠着即个要素，互大家真介意看的要素。但是我若讲我家己去写我的小说，可能无法度讲掠着大众的要素，就亲像我即摆讲台语，毋是讲一讲就是真侪人都会当听来做教材啊，毋是即种程度的。但是若是变成讲，对我来讲，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就是摕来表达我内心的物件，摕来去做一寡为我家己去讲，台语是为我家己讲的，毋是为着讲要传承母语啊，即为着老爸老母互因欢喜，若因无欢喜，我嘛无欢喜啊，毋是，因若无稀罕，甲我破冷煮，我毋是佫较生气。所以我是为着我家己讲我介意讲我家己去学台语，讲台语的即种声调有进步的即种声调，做一寡我以早认为我做袂到的代志，即种进步，我希望讲我写小说嘛会当安尼，变成讲我生活当中我有一种思想，我就定定听一寡写小说的网友讲，伊就是伊的想法，伊的迄叫脑洞
伊诶幻想、伊诶创作，真紧真紧。但是伊写文诶速度无法度约别着伊诶思想。但是我就是无即种，我即摆写小说就是无想法。毋是我生活中诶一部分，但是我想讲，我会使豆豆来，就亲像讲，我找着一个方法，就是用台语讲日记安尼。我相信写小说嘛会当找着一种方式，互我讲变成生活中诶一部分，而且甲别人无关系。我想要久久长长，而且伊是我诶物件，我生活中诶一部分，是为着表达我内心，整理我内心诶物件，毋是为着得到别人诶肯定，得到别人诶承认同娱乐。我若是为着别人即种目的，别人若泼冷水，我就会诚痛苦。我即摆会使调整，调整讲我做任何代志，拢是为着转来我家己诶生活，我家己诶内心，希望我做会到安尼。